台湾的高中混合法律已经落档了。同志团体早起公布上新的民调，指出讲身躯边有同志亲友的比例有超过4%。也毋过将对于同婚相关的政策，社会友善度等议题支持度是比去年淡薄减少。伊呼吁政府要爱强化相关政策的推动。同志政策要推进，社会更好才能行。大声发口号。甲政府话讲，第一同志的政策都要增加推动的力头，因为为同志的团体做的调查发现讲，妇女边有同志亲戚朋友的比例也高到43.2%。不过，这个民调显示，为社会友善度、到同性配偶生囡仔，大部分议题支持度拢比去年较低。整份的民调结果呢，都有微幅的下降的状况，但是这个微幅下降也都在刚才所提的2.98的这个误差范围内，这样。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台湾都要6年啊，不过根据彩虹编权大平台的调查，看到同志在老龄烧金的社会接受度无到6%，比异性恋的8%外较低。因为在生囝育囝的议题，支持2个女性以人工形式生育后一代，嘛降低到5%7%。有民团分析，这跟政府的立场无明确有关系。今年的这个民调的数字上有一点停滞，这个议题其实政府的态度有一点暧昧不明，没有很明确的宣示。对议题支持，甲去年来比并无较悬，但倒是有更较侪家长支持囡仔伫学校学习同志教育的课程。不过，敢是当接受家己的囡仔是同志，也是真困难的议题。有大概1/3的人他没有办法接受说自己的小孩是同志，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支持跟陪伴，破除一些对同志的不理解。同志团体会伫24日同性婚姻专法实施的这一天，举办同性婚姻6周年的论坛，促进社会深度的对话，让大众会当更加了解多元的性别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